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28篇，创世纪37章29节到36节，彼得后书第2章第4节到第10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主的拯救。昨天在主日信息当中使用的经文是列王纪上卷19章第9节到18节。以利亚的故事谈到上帝告诉他说，安心，不要怕。虽然以利亚自己觉得没有任何的资源，没有任何的同伴，但是上帝告诉他放心，不用怕，因为上帝必然同在。约瑟在被哥哥陷害出卖，一路上他并不顺遂，但是呢，在他的人生道路上却有上帝的同在与保守，一路上看顾他。创世纪37章29节到36节记载了约瑟被卖的一个情形，甚至呢，他的哥哥们还用以欺骗的方式来告诉他的父亲雅各，让约瑟呢真的是孤立无援。女便回到井边，发现约瑟不见了，她伤心的撕裂衣服，回到他的兄弟那里去，说孩子不见了，怎么办？于是他们杀了一只山羊，把约瑟的彩衣沾上了羊血，带到他们的父亲那里去，说，我们找到了这件袍子，这是你的儿子的吗？雅各认出了这一件袍子，就说，这是我儿子的，一定是野兽吃掉它，我儿约瑟被撕碎了。雅各悲伤地撕裂了外衣，被披上麻布，为了儿子哀伤好些时候，他的儿女们都前来安慰他，可是他不受安慰。他说，我就是下阴间，仍要为我而悲伤。他继续为儿子约瑟哀伤。这个时候，那些米甸人在埃及把约瑟卖给了埃及王的一个臣僚侍卫长波提法。我们看到约瑟他没有任何的资源，他真的是只能依靠那看不见的上帝，因为上帝是约瑟唯一的拯救。许多人看到圣经的记载，特别是索多玛以及蛾摩拉的经文的时候呢，通常都会聚焦在上帝的惩罚。但是我们必须转个角度来看看，圣经所要表达的其实是上帝的怜悯与拯救。我们看到经文亚伯拉罕跟上帝讨价还价的时候，上帝从50个义人一直降到5个义人，但是全城除了罗德全家之外，找不到配得拯救的人。后来连罗德的太太也因为过于看重财宝而胜过上帝，就没有办法得救。彼得后书第2章第4节到第10节，圣经的经文这样说道，上帝并没有宽容犯罪的天使，却把他们丢进了地狱，囚禁在黑暗中等候审判。上帝也没有宽容远古的世代，却用洪水淹没那些心目中没有上帝的人，只有拯救了传扬正义的挪亚和7个人。上帝惩罚索多玛和蛾摩拉2个城，降火烧毁，作为不敬虔的人的鉴戒。他抢救了好人罗德为这坏人的淫乱行为大大的忧伤。那好人住在坏人当中，天天看见，天天听见那些邪恶的事，心里非常痛苦。主知道如何拯救敬虔人脱离试探，也知道如何把坏人留下来，尤其是那一些放纵肉体情欲、藐视上帝权威的人。
好在审判的日子惩罚他们。这般假教师胆大妄为，不但不尊敬天上的尊荣者，反而侮辱他们。诗篇28篇。上主啊，我向你呼求，我的保护者啊，求你垂听。如果你不理我，我会跟将灭亡的人同样的命运。我向你呼求帮助，求你垂听。我面向你的圣殿举手祷告，不要把我跟作恶的人一起定罪，跟邪恶的人一起消灭。这些人口说友善的话，心里却充满了仇恨。求你谴责他们的行为，报应他们的邪恶。求你惩罚他们的恶行，照他们应得的报应他们。因为他们藐视了上主的作为，轻看了他的创造，所以上帝要惩罚他们，永远毁灭他们。愿上主得到歌颂，因他垂听我求救的呼声。上主保佑我，护卫我，我一心信靠他。他帮助我，使我快乐。我要歌唱颂赞他。上主保佑他的子民，他护卫拯救他所选立的王。上主啊，求你拯救你的子民，赐福给属于你自己的人。求你牧养他们，永远看顾他们。主啊，我们恳求你赐下救恩，使我们脱离困境凶恶，让我们学习将眼目来朝向你，不要只看困境与风波，使我们能够得救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